来看半暝新竹这件警察抓人的案件，3个外籍的移工驶一台车，但是这3个人啊，拢是过期啊，搁留伫咧台湾的，所以咧雄雄啊，伫咧路里啊去看到警察临检会惊啦，所以就想要慢慢啊，假无移动车耍走，但是警察啊看破，将车啊围起来，车顶3个人同一个时间开门，同一个时间。向3个无同的方向就冲出去啊，含车啊手动拢无救，规台车啊就放互出去。大批员警甲乌色的车包围，要求车顶的3个人拢总落车。想袂到后一秒，3个人同时开门，竟然就随逃走。员警看这个办事，就随起立。后一秒，驾驶互员警掠条，不过伊手一个袖，拼性命要逃走，害员警当心袂知怎跋倒。不过3个人走无偌久，原来互员警掠到，放压在地涂骹。伫咧昨半暝，承德德北市延和街，一只乌色的轿车经过路检点的时，想要甲警方当作无看的偷偷啊走。警方就感觉无对当，随调集市的员警甲车包围，看走袂去啊，规气就甲车放的抓落跑。车内3个人当时落车向无同的方向走，希望会当闪过警方的追查。不过，敢若是落车的时阵伤着急，连手动啊拢袂记哩有。第四车就安尼电火哪死哪向前，最后弄到停点路边的警察车。才停落来。驾驶及乘客3人心虚弃车逃逸，造成车辆未停止而持续往前碰撞到警备车。员警立刻展开追缉逮捕，查获3名逾期移工。虽然拍拼想要逃走，不过原来是白了工。那3个人拢走袂去，搁意外弄到警察车，后续可能会面对警方求偿。原来因3个拢是拘留过期的移工，拄到临检才会遐尼惊吓，想要逃走。警方嘛照立出国甲移民法，甲因全部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